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名門音樂，我係全老師。首先咧，非常之多謝大家咧喺上一集即係 ABRSM 8級嘅最佳佈局咧，大力嘅支持啦，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朋友仔留言啊，問關於唔同嘅級數嘅。今集咧主要咧就會繼續拍 ABRSM 7級嘅鋼琴最佳佈局啦。咁呢類型嘅製作咧，其實都好花時間啊。主要原因因為咧真係要逐首歌去聽啦，逐首歌去彈啦，再對比一下咧有冇邊啲係真係易彈易學又容易高分嘅。所以咧，如果咧大家有興趣呢一類型嘅製作嘅話咧，亦都不妨喺下邊留言 ABRSM， 又或者咧你哋想知道嘅級數啦，又或者特定咧邊啲歌咧係即係易啲喺考試裏邊咧係去完成嘅。ABRSM 最佳佈局咧，其實咧個原意咧就係令學生咧大家咧係喺學琴裏邊咧易學易彈，同埋最後易高分嘅。咁從而咧得到一個成就感之後咧，就令大家咧繼續有動力去學鋼琴。有時揀錯歌咧，其實都幾嚴重嘅，就係包括咧有時有啲歌咧就好難，頁數好長，完成時間咧就會耐咗。咁學生咧基本上冇乜動力練落去之後咧，考試拍片嘅時候咧就會彈咗好多錯嘅音出嚟啦。咁到時成績唔好咧，大家咧就會冇動力去學琴啦。咁所以咧希望咧呢一個類型嘅製作咧，我係會堅持落去嘅。好，咁我哋咧一齊咧由5個角度咧去睇下邊啲歌咧係容易攞 distinction 嘅。照舊啦，5個角度咧分別咧就係理性感性啦、好聽唔好聽啦、歌曲嘅長度啦、易彈或者係難彈啦。第5咧就係手嘅大細嘅。咁手嘅大細咧，因為睇片嘅你咧，無論係小學生、中學生或者大人咧，大家喺唔同程度上嘅手嘅 size 咧都係唔同嘅。咁我哋咧稍後討論。嗱，2025到2026年嘅 ABRSM 7級考試歌咧，總共有48首歌啦。咁 A、B、C 咧各有16首嘅。咁由於片長嘅關係咧，我就冇辦法咧將48首歌咧去逐一介紹㗎啦。即係如果48首歌我用最短1分鐘去介紹，亦都係冇乜意思嘅。咁都要48分鐘。所以咧今集咧我會集中喺好聽易學易高分嘅一啲歌裏邊嘅，同埋最短嘅歌曲同大家一齊研究。7級裏邊咧 A、B、C 總共48首歌裏邊咧，平均時間每一首都大概係2分到2分半左右嘅。咁咧自從咧因為上次8級ABRSM 鋼琴最佳佈局嘅片裏邊咧，又真係會有人問到咧邊一首歌係最短嘅。嗱，首先咧我要講明先，最短咧就唔代表係最易嘅或者最好聽嘅。咁但係我仍然咧喺呢度咧同大家講嘅。好，喺 A1至16裏邊咧，最短嗰首歌咧就 A11 Mozart，總時間咧就1分01嘅。咁而 B 咧1至16裏邊咧最短嗰首歌咧就係 B10嘅。咁佢嘅時間長度咧就1分32。呢一首歌咧就抒情一啲，速度慢一啲嘅。而 C1至16最短嘅咧就係 C6，咁總時間咧係1分04，咁速度都幾快下嘅。呢3首歌咧係48首歌裏邊咧喺 A、B、C part 裏邊係最短嘅，但係並非最易彈同埋最好聽嘅歌。好，咁今集咧喺正式開始之前咧，照舊啦。如果咧我哋今集有100人留言嘅話咧，咁我咧就將會送出呢一本2025到2026年 ABRSM 7級嘅考試書，送俾1位嘅幸運兒。好，咁我哋咧一齊開始睇下呢個7級嘅考試書啦，總共有9首喺呢一本書裏邊嘅。今次咧我就會俾多啲 choice 俾大家揀。嗱，上次咧我哋8級咧，其實我都指明咗有4首歌。咁今次咧，由於我會分開咗好聽啦，同埋易學嘅。咁始終咧，因為我哋由5大角度，就係講緊第一方面就係理性同感性啊。因為如果你係一個好理性嘅人，當然一啲唔係咁好聽嘅歌咧，可能好易學，但係咧你可以即係容易完成任務。咁但係如果係一個感性啲嘅學生咧，即係可能聽到啲未必係佢哋中意聽嘅歌嘅時候，而佢哋夾硬學咧反而仲慢咗。咁所以咧今次咧我結論咧會俾多少少嘅。好啦，嗱 A part 裏邊咧，今次 A1、2、3之後咧，其實呢啲額外嘅咧就要係自己買書㗎啦。我自己聽完之後咧就會揀係 A2啊。咁啊容許我 skip 晒呢度，今日冇時間去同大家講晒呢16首歌㗎啦。當然大家可以自己上網逐首聽，但係咧我聽完之後咧，我結論咧就係覺得 A2咧會係一啲大家中意嘅歌。A2咧呢一首歌咧就比較特別，同埋比較偏向流行曲一啲嘅。呢一首歌咧係由一個日本嘅作家去作啦。呢一首係好值得留意嘅。咁我略喺呢個最佳佈局咧，我只會講邊啲歌咧值得去揀，或者係好聽啲、易學啲。如果觀眾朋友咧係想知道啊呢一首歌咧點樣彈咧先會高分啲，咁呢個可能我
我會另外再開一集去講某一啲歌啦。咁我今集咧主要 focus 翻喺幫大家點樣揀咗首歌先。呢一首歌咧係比較偏流行啲嘅，咁我覺得咧學生們咧係比較易接受嘅。聽完 A1 至到16，咁我會覺得咧就冇乜選擇下，應該我會揀 A2啦。咁呢首歌咧有咩注重嘅咧？略略講下嘅咧，就係個宗旨咧應該會係你數拍子啦，執行晒所有嘅重音跳音嘅。基本上咧呢首歌咧，如果做足晒咧，其實應該都會相當高分㗎啦。跟住咧，我哋去到 B part 啦，1至16咧，我覺得好聽嘅咧都有幾多歌㗎。咁啊 B4啦，呢一個咧我 YouTube 之前有彈過示範嘅，大家可以上網去聽一聽。之後咧就係 B6啦，咁咧 B6呢首係新歌嚟嘅，一樣咧可以上網揾下。同埋 B16啊，嗱 B16呢一個作者咧，其實咧同8級嘅 B16咧，佢又係排喺一樣位置啊，一樣嘅作者。咁8級嘅 B16咧，嗰首就好淺嘅。咁呢一首咧，我會覺得好聽，未稱得上難嘅，咁但係咧就唔會話係最易。如果想多啲 option 嘅話咧，咁就會係 B 嘅11啦 Mendelssohn 同埋 B 嘅13。好，先講一講先嗱 B4咧呢一個示範咧，由於我已經放咗上網㗎啦，咁所以我就唔再重複啦。咁 B6係一啲新歌嘅，我開一開略開一開份新嘅譜俾大家。咁我哋繼續一齊睇一睇 B6呢一首歌啦。咁 B6呢首係新嘅歌嚟嘅。咁啊，因為點解我揀佢咧？嗱，除咗好聽咧，其實咧佢都比較重複性好多嘅。就唔好以為睇到佢好密，咁其實咧你揾到之後咧，其實你一個巴咧總共咧都係彈緊2個唔同嘅 chord 啦，咁所以咧我會覺得咧偏向易啲嘅，右手旋律咧要做出嚟咧其實都 OK 容易嘅，咁所以咧我覺得好聽又易彈咧，咁呢一個咧都係我個選擇嚟嘅。好，咁啊可以一齊睇一睇啦。B6呢一首歌咧就係只係2頁嘅啫，咁啊睇一睇佢個行數都好少啊，1、2、3、4一頁。1、2、3、4、5，咁啊2頁就完成咗你 Boy 呢一首歌，咁所以咧 B6咧係一首值得揀嘅歌啊。好，咁啊跟住然之後我哋去到 B16啦。咁如果咧有興趣或者咧亦都睇過我之前8級最佳佈局嗰條片咧，咁咧同樣地咧佢都係 B16啊，8級嘅 B16。7級嘅 B16咧都係嚟自呢一個作者嘅，咁我哋今日唔講8級嘅 B16啦，咁我哋今日揀翻咧7級嘅 B16咧，佢就喺 number 4，即係呢一頁啦，係呢一首歌嚟嘅。書名其實已經講咗啦，佢係一個 jazz prelude 嚟嘅，咁好明顯咧佢就係一啲爵士樂嘅形式。咁咧難咧我就會覺得，譬如話呢一啲嘅 grace note，同埋咧佢都好多 sharp 嘅，咁你練嘅時候咧後邊咧佢有啲 natural 咗咧，咁你就要小心啦，呢一橛嘅位置。但係咧，我個人就幾喜歡呢一首歌嘅，佢唔係容易，但係咧佢喺我心目中咧，佢係一首都係好聽嘅歌嚟，咁所以咧呢一首咧，大家咧觀眾朋友係值得去聽下。照舊啦，佢嘅頁數咧都係得1頁2頁嘅，咁當然咧佢比頭先 B6嗰個行數係多啲嘅，觀眾可以睇下咧，佢呢度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咁咧差唔多都6行1頁紙嘅。7級咧裏邊呢首 B11嘅歌咧，基本上咧佢就分開咗3個層次嘅，最頂啦、中間啦同埋個 bass 嘅。咁練嘅時候咧就要小心啲練習，但係咧又係一啲好抒情嘅歌，咁都係值得聽下嘅。咁呢一首歌咧長度咧就大概咧都係2頁紙多2行，嚟到呢度啦。咁呢度已經下邊嗰個已經係第2首歌。好，咁跟住下一首咧係 B 嘅最後一首，我覺得好聽嘅咧就係 B13啦。咁係 Rubinstein 作嘅呢首 Romance。咁呢一度咧就有3頁紙嘅，1頁、2頁、3頁。同學仔咧係可以去 YouTube 度聽下啦。C part 咧有 C1至到16咧。咁我分別咧都有5首覺得好聽嘅歌啊！咁啊再次澄清一下咧，好聽咧就並非易學嘅，咁咧要大家自己衡量究竟你係會揀一啲好聽嘅歌啊，係難少少，定係咧我哋會揀一啲易啲嘅歌啊？咁啊好聽嘅歌咧喺 C 裏邊咧，我會揀咧就係 C2嘅。咁呢首歌咧喺大概15年前左右咧，佢曾經咧都係一首7級嘅考試歌嚟嘅，係非常之得意嘅一首歌嚟嘅。咁如果唔認識又或者未聽過呢一首歌嘅同學仔咧，一定會俾佢 surprise 到嘅。咁咧佢除咗彈之外咧，
佢仲會敲部琴嘅。咁你一齊咧去睇一睇。咁呢個 C2啦。嗱呢一首歌咧，其實咧除咗好聽咧，我覺得可以擺埋喺易學方面㗎嚇。咁點解咧？大家可以睇一睇啊。其實咧佢都係重複緊嘅。咁呢首歌咧係 Jazz Style 嘅歌啦。咁然之後咧，其實咧佢係咁重複緊頭兩個 bar 嘅 pattern。咁後邊咧，基本上咧佢個 pattern 咧就係不停咁重複住呢一組嘢嘅。咁所以咧係非常之易學㗎。咁去到呢一度咧就係咧要敲兩下啦。咁咧係有啲特別嘅。呢一首歌係如果你第一次聽嘅話咧，你會覺得幾多新鮮感喺裏邊。裏邊咧包括咗掃琴，一邊咧掃黑鍵，一邊咧掃白鍵嘅。之後咧亦都會見到呢個 tremolo 咧就係不停咁來回彈呢兩粒音啦。咁所以咧呢一首歌應該係好多新鮮感俾到同學仔嘅。嗱下一首咧，我覺得值得介紹咧就係 C9啊。咁呢一首歌咧就係 Jazz Style 㗎啦，亦都係非常之出名嘅一首歌啊。Fly Me to the Moon，我相信咧就好多人都聽過㗎啦。咁啊頁數上咧就3頁紙嘅，基本上呢首歌咧只要你achieve 到兩樣嘢好抒情，然之後咧你又按足拍子去做咧，咁呢首歌都冇死㗎啦。如果你買正本書咧，咁個封面應該係咁嘅樣嘅。咁右上角咧有 ABRSM 嘅 logo 啦。其實第一首咧就係佢㗎啦，就 Fly Me to the Moon 啦。咁呢個就係 C9啦。咁我略略俾大家睇一睇先，係咁樣嘅，都比較容易嘅。你可以睇到啲左手咧都係少嘅。咁但係拍子不得不承認嘅咧，就係要數得清清楚楚㗎。咁而佢係有 swing 添嘅。好，咁啊頁數啦，1、2、3，3頁紙。嗱佢咧就好疏嘅啫，一頁紙1、2、3、4行一頁紙嘅啫。咁所以其實佢嘅內容量咧都幾少。之後咧我哋就去到 C12啦。嗱 C12咧都做咗好幾年㗎啦。呢個 Christopher Norton 咧就係 Pop Bowser 咧已經係好幾屆之前咧已經做緊嘅歌嚟㗎啦。亦都係一首 jazz 嘅歌嚟嘅。嗱呢一首歌咧，我已經喺 YouTube 咧幾年前已經拍咗一個片㗎啦。咁咧，無論同學仔，如果你揀呢首歌咧，你可以垂直睇到我鋼琴上嘅指法啦，或者點樣去演繹嘅。咁我覺得咧呢首歌拍子感同埋你嘅 accent 咧，即係嗰啲重音咧要做得足咧，其實都好容易高分嘅。嗱 C13咧略略俾大家睇一睇啊！嗱，依一份譜咧其實已經係23、24年，咁咧佢而家25、26年咧都係繼續用㗎。我哋揭去第40頁，好 C13咧咁就係呢一首歌啦。咁呢首歌咧我應該都有放到上去 YouTube 咧做親自示範嘅。呢一首歌係慢嘅，亦都係抒情嘅。咁然之後咧可以睇到咧佢重複性咧都幾高嘅，就唔好以為第三個咧就已經唔同，其實都係一粒嘅啫。咁後邊咧都係 base on 緊類似嘅嘢嘅，咁你可以睇到啲 pattern 咧，其實非常之相同咧，係好容易學㗎。咁你可以睇到呢啲咧，甚至乎咧左手咧得一下嘅添。咁重複性都好高。咁個頁數咧係1頁、2頁、3頁，跟住4頁。嗱，今日咧，因為咧唔係詳細分析每一首歌，我只係去介紹緊邊啲 number 係值得大家留意嘅啫。咁我只不過可以略略同大家講咧，其實呢首4頁紙唔好睇佢頁數好長，其實去到後半咧，成首都係重複翻第一版紙嘅，咁所以大家唔使驚佢係因為4頁。咁咧非常之易學嘅一首歌嚟嘅。好，咁我哋下一首歌咧就會去到 C15啦。呢首歌咧都幾好聽嘅，佢係 jazz 嚟嘅，亦都係一首咧好出名嘅歌嚟嘅。咁大家咧可以上網去聽下，係絕對好聽嘅，亦都係非常之經典嘅一首歌。好啦，咁咧今集咧嚟到呢家咧第一個範圍，我哋講過咧就係最短嘅歌，最短嘅歌咧就係 A11、B10 同埋 C6啦。好聽嘅歌咧都有一紮嘅。咁今集嘅精要咧，我會覺得咧就係我歸納完易學啦。咁呢個係第三個範圍。嗱，易學嘅歌咧 A 咧，其實咧你見到一開初咧，我淨係介紹咗一首啊，咁所以咧答案都好明顯㗎啦。A2咧應該係 A1至16裏邊咧係好聽，同埋偏向易完成嘅。咁你只要數足拍子咧，呢一首歌都冇死㗎啦。咁去到 B 咧 ，B 我俾多幾個 option 大家點樣為之又易學又好聽嘅話咧，可能咧我就先分排名。咁咧 B15咧喺我心目中咧係一個絕對性嚟㗎啦。B15係1至16裏邊最淺嘅，咁而佢嘅歌咧係得一頁紙嘅啫。嗱 B15我覺得咧都係必選嘅。咁點解咧？第一件事佢內容咧就好少嘅啫，一頁紙。呢個已經係第二首歌嚟，咁啊淨係一頁紙。咁咧你見到佢密密麻麻係咪好嚇親咧？係好嚇親㗎喎。咁但係然之後你會發現咧。
呢一首歌咧個重複性好高啊，去到後邊咧其實咧都係重複翻開頭嘅嘢㗎咋，即係咧佢一路學一半咧，其實咧佢都係一半都係重複嘅。咁呢首歌係易學嘅，係慢嘅，同埋嗰啲 pattern 咧係好重複㗎。咁所以呢首係非常之值得擺入大家嘅7級考試裏邊。B15如果覺得咧唔好聽嘅話咧，或者仲有冇其他選擇咧？我覺得喺 B 嘅第二個選項裏邊咧，咁我會擺翻 B2。咁 B2咧係 Ginastera 嘅一首歌啦，一樣係慢嘅，咁有少少怪同少少嘅浪漫喺裏邊。咁點解我會揀呢一首歌咧？主要原因因為佢慢，咁所以咧彈嘅時候咧係唔容易彈錯。咁呢首歌咧基本上咧因為佢咧彈得好慢啦，咁出錯機率咧就好低嘅。同時咧佢咧係 PP always 嘅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咧喺力度上嘅變化咧就冇咁激進嘅啦，可以睇晒佢由頭帶到尾，成首歌都係一個大 dynamic range 嘅啫。好，咁啊，跟住咧，然之後咧，如果 B 咧15啦，或者 B 嘅2咧都未必啱你心水咧，咁可能咧你就會去翻我一開頭介紹嘅 B6啦。嗱，然之後去到 C 啦，我覺得咧第一嘅志願咧，我會揀又易學又好聽嘅咧，就係 C2嘅，因為呢首歌咧實在加入咗太多個元素咧。7級嘅同學仔應該係未接觸過，咁二嚟咧佢重複性好高，只要你學識咗呢兩個 bar 咧，咁後邊重複嘅地方咧都好高下，咁而且有好多地方，譬如話豎琴咧呢啲同埋 tremolo 呢啲咧係基本上應該係同學仔考7級第一次見嘅，好新鮮嘅一首歌嚟嘅。頭先我已經介紹過呢首歌㗎啦，《Fly Me to the Moon》咧係好經典嘅一首歌，咁我會排喺我嘅 C 嘅第二個次序啦。咁然之後咧喺 C 咧第三首歌覺得好易學又好好聽嘅咧，就應該會係 C13啦。咁呢首歌咧頭先已經介紹咗啦，咁我唔多介紹啦。好，咁今集咧就嚟到呢一度啦。咁如果咧大家中意呢一類型分析啦，究竟考呢個級數嘅時候應該揀邊啲歌啦？你亦都會見到咧，其實咧如果揀錯歌，有一啲歌咧個頁數可以去到成8頁，去到10頁嘅咁。個浪彈到咁長嘅時候咧，學生咧非常之吃力啦。拍起片嘅時候咧，錯音咧一定會比較多㗎。今日嘅結論啦，咁我分咗3個 area 去同大家分析啦。一就係最短嘅歌，第二咧我分為係好聽嘅歌啦。咁好聽嘅歌咧就未必係最淺嘅，只不過咧佢係好聽啊。第三個角度我就覺得佢係易學又好聽嘅歌嚟嘅。總結一下先，咁咧今集咧 A、B、C part 最短嘅歌咧就係 A11、B10同埋 C6嘅，而我覺得好聽嘅歌咧就係 A2、B4、B6、B16、B11同埋 B13嘅。C 咧就係 C2、9、12、13同埋15。以上呢啲歌咧係好聽嘅，咁但係咧佢哋並非係最淺啦。最易學我覺得可以擺喺7級最佳佈局裏邊嘅咧，我自己個人咧就會擺 A2、B15同埋 C2呢3首歌啊。咁其他好聽易學就係話 B2、B6啊。C9、C13呢啲咧可以考慮擺為 own choice 嘅。如果同學仔覺得咧 own choice 仲有冇其他7級嘅歌可以介紹嘅話咧，不妨喺下邊咧留言 own choice 俾我，話俾我知你哋想知道更加多7級咧有咩 own choice 仲可以揀嘅。咁今集咧7級嘅最佳佈局咧就嚟到呢一度啦。如果咧留言人數總共超過100人嘅話咧，咁我就將呢一本書咧以抽獎嘅方式咧送俾其中一個 YouTube 嘅朋友啦。如果咧大家想聽下唔同其他級數，譬如話3級、5級唔同級數嘅最佳佈局，去輕鬆拎到 distinction 嘅話咧，喺下邊留言，譬如話想聽5級嘅最佳佈局，咁你留個5字。如果你想聽最佳佈局嘅3級嘅鋼琴，咁你可以留個3字，話俾我知嘅。咁今集咧我就嚟到呢度先啦。咁如果咧大家中意呢一類型嘅製作咧，不妨咧就係讚好、訂閱同埋分享啦。我係全老師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